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六六新闻，我是主播六弟。你看这几年，手机啊创掉啥？手机啊创掉电视，创掉电脑，创掉手表啊，创掉电话，创掉相机，创掉收音机，创掉手电脑，创掉镜，创掉报纸，创掉电动的，创掉日挂日未来，还会创掉什么的？会创掉你的目睭甲红棍啊，还佫会创掉你的婚姻。家庭，甲你的子孙啊！吼，这足恐怖呢！赶紧来看卖手机仔底镜。人生就参像回转瞬息，好的物件错过就无啊，无好的煞一直转来找你啦。人有车有厝，你是有啥？我有天竺鼠车车啊。人的主场真奇怪，你无感恩就袂顺利。你无承担责任就无成长，你无付出就得袂到，你无爱心就无人爱你。如此一来，便得出人生的规律：感恩等于顺利，责任等于成长，付出等于得到，爱心等于快乐。原来生活如此简单，你希望自己好运，就祝福别人好运，一切美好。该愿意一个感恩的心，感恩生命中所有的相。愈拍拼愈幸运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撮影片，请分享一下，顺续订来看。留个 camper 明白暗时来点准时发布影片。说，如果有一个查甫人介意你的素颜无伪装，你外歹伊拢袂起呀。你变大颗啊，伊嘛足欢喜。你若小可消散。伊就足心气，你若无钱人用，伊无第二句话，随去装钱互你，爱。